老师平安，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真欢喜，咱今仔要来趁钱，毋是啦？咱今仔要来讲吼，爱安那才会当安那？退休对无？毋免趁拢有通食，毋免趁拢会当过日子吼。观众朋友，你是毋是有兴盛安尼？有纸人，有兴盛诶写摇二三对无吼？摇写一，来，你感觉吼？你爱搁趁10档诶写字，你感觉你会当退休诶写啥吼？真欢喜，今仔日老师要来甲咱讲安那会当较早退休，是安尼吗？其实我逐久啊吼，要上节目进前吼，有看到一个台湾的新闻啦吼，伊做一个调查，讲台湾39岁的少年人吼，伊都有60%的存款是零啊，存款偌济？60%吼的人吼，39岁人吼，进前还有60%伊的存款是零。零，就是我听毋到吗？是无存款吼，但是有20%的人吼，伊有负债啦。哦，啊，负债，无存款就负债。伊的负债有可能去买厝啦吼，比如讲啊，我着买厝，但是我即摆就是我的负债，我的存落来会当自由运用的钱是无啦，吼。是，对。所以呢，其实毋知影吼，你感觉存偌济较有够？其实最近我嘛是有一个朋友吼，伊是做有钱，看我差不多岁数，伊已经毋免去工课吼，就会当请假吼，会当啉，会当逐工过啊足快活，但是伊最近过身去，所以咱嘛是要来想看卖啊，讲到底咱的人生吼，会当趁偌济哦吼。所以咱圣经有一个故事对无？咱看即个人足济物件做有好嘢对无？老师，对啊，我想要问老师老师你感觉讲爱趁1000万，还是1亿，还是偌济较有够啊？以我想啦吼，趁啊济嘛拢无够，愈济愈好。趁偌济拢无够嘿。因为吼，假使我迄个身躯有100箍吼，我会想讲我身躯有200块愈好。啊，如果我今仔存款到有1亿吼，我应该想讲我有2个会更加得较好吼，所以应该会做到。嘿，是。观众朋友，你认为爱存偌济较有够吼，较会当毋免工课吼，你会当继续写伫留言遐甲阮讲哦。好。咱来看圣经啦吼，迄个路加福音书12章16到21节吼，才有一个故事啦吼，就写一个财主吼，爱怎样写咱来看吼。12章10节，耶稣就用比喻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啥物叫妇人？富人就是妇人，毋是妇人，是妇人吼。布人哦，足有钱的人啦吼，足有钱。啊，啥物叫田园真好收？啥物？即个字读做布啊？布物件吗？我那早细汉吼，讲即个人吼，趁着钱讲啊，即人富啊，就是讲伊足有钱啦，足富。哦，安尼哦，富啊，嘿，今仔第一摆听过。真好收是啥物？就是收足济嘛。凊彩拢收。伊种啥物件，收啥物件，有可能我想讲我来种枣，啊，有可能一收有可能收100斤，伊需要收150斤的吼，伊收这个真好收啦吼。伊的土地都好，伊种啥物收啥物件吼，种啥物件收啥物件吼。是。啊，伊这人咱计看吼，即个足好个妇人讲吼，伊想来是讲吼，我无所在通蹲我的土产，通担要安怎办？明仔办？你告诉你吼，有足济物件啊，钱库藏袂落去啊，明仔办？有可能你足济钱，
啊钱恁兜会将迄个即个金铺藏袂落边仔办？藏袂落，搁去一间，搁去买一间来藏咩？我都要钱来迄藏啊！毋是，阮兜毋是做负钱吼，阮兜是伤济物件，阮翁讲，哎呀，几啊间拢藏无所在藏安尼。啊，所以咱要买一好间厝来白藏啊，要买一间厝来藏。嘿，对，搁买一间厝嘛，藏无够吼，因为其实拢是粪扫，对无？毋是做钱，毋是咧藏黄金哦。嘿，有人讲上好是啥物？永远用无还的钱。因个钱用了，啊未用完，伊倒来啊吼。是，啊未用完就来，无做好诶赞。来，咱再看一下啦吼。伊佫讲吼，我要安怎做？要拆我诶尺寸去较大诶，就我诶五谷夹菜米拢要囤伫遐。诶，啥物叫尺寸？七层，尺寸。就是古早时你藏迄个藏草仔诶所在吗？一般啦吼，迄个切啊吼，咱伫台湾讲切啊，就是将迄个稻谷切啊，切啊，咱米嘛吼，啊米伊未加做米进前，伊是将迄个稻啊稻割嘛吼，啊即个物件去切啊吼，就是未做白米迄种物件去切啊，伊讲要去切算吼，就是讲华语讲做仓库啦吼，粮仓。就是古早时代人。其实是做侪间，就是做愈侪间愈有钱，是安尼吗？愈侪切啊吼，会愈侪钱吼，才会愈好个个富人。来，咱看一张。是哦，所以伊嘛，了会开讲哦吼，我要甲我诶灵魂讲，灵魂啊，你有济财米积聚做侪年诶路用，吼。通轻盈、饮食、快乐。伊哪会对个灵魂讲？应该对我身体讲哦，我身体安那样，有影对个灵魂讲。对啊，毋知呢，即个人家己欠家己讲话就对啊。毋讲你会当迄个啊，咱先看下啦，吼，等下来讲为虾米对灵魂讲吼。但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啥物啊？见那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嘢的，也是安尼。一般啦吼，伫犹太人的习惯吼，告诉我做好嘢，我要安办？我爱将我的所有的钱财分一股互我身躯边有欠亏的人。吼，这是迄个犹太人因对因的人的因犹太民族的一种架势啦吼。但即个人哪想要拢讲我，吼，这钱是我的，这钱是我趁的，所以一切拢归伫我，吼。但是犹太人讲毋是哦，到处你所趁的钱是上帝互你的，你爱将你所有的留一寡你家己用以外，你爱分一寡互你的边的人，一寡善良人啦吼，安尼。因爱当食着你的兄弟姊妹啊，但是伊这无讲我要拆我的职称去一间大间的，我要我的灵魂讲，我就会当好好清廉快乐饮食，啥物拢免烦恼啊。但是上帝讲吼，我今仔要讨你的灵魂，啥物叫讨你的灵魂？就是像即个棺材安尼。对。然后就倒伫遐吼，人告诉讲袂喘气啊吼，说我身躯边穿足济足好诶衫，挂足济有名诶手表，挂足济珍珠，挂足济金银财宝诶身顶吼。济金厝。吼，告诉人袂喘气吼，咱像即个物件对即个袂喘气诶人无啥物路用吼。是。对吼，就是剩一顶无啊对无？来个一个即个伊要起的即个起好啊。迄个职称啦吼，职称嘿。职称起好啊，对。结果无享受。其实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吼，无讲人有钱毋好。因为一寡，比如讲我爱春华教有教吼，
我认为讲，咱教书有春是上着互咱的祝福，吼。但是，圣道有咱讲，你的钱伫什么所在，你的你的心就伫倒哦，敢是安尼？是，对啊，系啊，观众朋友，咱要来问看觅，你的钱拢伫倒？这有隐私的问题哦。你讲家钱囥伫倒咧，是去投资银行，还是去互有人会捐足侪钱互善良人对无吼？咱想要有钱的人吼，当节税即类的。所以老师伊拢家钱囥伫倒？我是拢肯定我落北地下来，囥落地啊！所以你爱起足侪间厝来装哦吼。我拢无够用，存落地下来卖钱尔。嘿，对啊，拢永远都有钱通用吼。所以咱就是要安那会当有永远的，永远拢有钱的，永远都会当用的。拄有观众朋友讲啊，希望咱的钱会当拢一直有通用，安尼敢有可能哈？有可能哦，嘛有可能。因为我看足侪，当然，我毋茫我嘛会当拄侪钱啦但是我有看一寡文章讲，世界上有一寡足有钱的人伊拢留伊有够用的有可能我有听分析讲有一个人伊身躯永远一工用100箍，剩的钱就拢捐互别人。伊身躯伊趁毋管伊趁偌济，伊身躯就是一工用100箍安尼啊。是有通用就好安尼吼。即种人无歹。圣经嘛咧讲啦华语讲有失就有得啦你还予人你就会通得到相对的物件。我相信讲伫咱的心内面，永远是安尼上帝讲你爱真济善良人你爱将你的一寡心思放啥物所在。圣经有讲咱爱先求上帝的什物件的国甲伊的义。是。上帝就将一切拢予你，敢是安尼？对哦，真正哦吼。所以若要永远有钱通用，爱先来求上帝国，就是讲，你会当来明白阮的上帝吼。即个上帝是会当互咱安那，毋免烦恼明仔载要食啥物，要穿啥物，对吧？上帝讲咱看天顶的飞鸟伊无积住，嘛无芳势，但是呢，上帝就饲互因饲肥，因足快乐敢是安尼？真正的吼。所以呢，你若想要财富自由，咱讲的即本台语名讲，即本大个人拢咧讲这对无吼？讲财富自由因为我想的是讲你有够额的金钱会当自由的运用啦对，就是讲毋免为着趁钱，逐工做烦恼，还是无时间休息，对无无时间陪厝里的人即类的所以就会当安怎讲，来信上帝，来明白上帝会当家己得到财富自由所以后礼拜咱要讲啥物？无制作就是伪作吗？观众朋友，你感觉即句话对无？你是毋是听着讲？基督徒因无制作，因是毋是的伪作安尼？是吗？所以后礼拜你若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做伙来讲台语。这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宣教会甲泰国启蒙基金会做伙主持的你若有想要听啥物主题，你会当写落来甲阮讲好，老师所以咱今仔要来观众朋友讲一个重要的代志是啥物？重要代志就等大家伊遐讲伊个你的财宝伫什么所在你的心伫倒搭？上帝讲咱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要将伊上帝所有拢予咱，
吼，啊，咱后礼拜吼，是台湾是一个清明节啦，吼，啊，伫华人社会内面拢有即个纪念一寡咱较早先人的一寡活动，啊，咱后礼拜来讲，基督徒敢有咧拜祖先？啊，拜祖先甲基督徒的信仰有共款无？还是违背基督教的信仰无？啊，咱后礼拜同时时阵、同时时间，做伙来讲台语。好，多谢大家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安尼后礼拜空中再会，平安。